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 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地產頻道啊。咁之前嘅片咧，同大家講咗點樣去防止中伏啦，等等一啲關於買樓嘅嘢啦。咁如果有睇過我之前片嘅朋友呢，可能有啲朋友已經揀定咗心水嘅地段啦，甚至係睇中咗心水嘅樓盤嘅。咁其實好多人以為如果係揀好區位，傾實個價錢嘅，咁承擔買樓就大功告成。咁呢個諗法其實係大錯特錯嘅。最後一步驗樓先至係重中之重啊！如果呢一步唔處理好啊，之前落嘅心機，價格上邊慳翻個幾十萬，隨時一次過跌落鹹水海啊！其實內地好多發展商好多細位啊，偷工減料。如果你唔認真驗樓嘅話呢，等於同自己間屋賭身家。咁今日呢，我就針對呢個問題呢，出咗一個獨有嘅4招驗樓避坑法啊！由收樓必備嘅文件啦、平價嘅驗樓工具啦、5大常見嘅樓宇瑕疵啊，同埋同發展商傾整改嘅談判技巧啊。咁今日呢，我將會一次過講晒㗎。記實呢4招啊，隨時幫你保住幾十萬嘅維修費用啊！咁第一招呢，亦都係最根本、最唔可以馬虎嘅一步啦，就係 check 文件啦。咁好多香港人呢，收樓當日，發展商嘅銷售一催呢，就急於簽名攞鎖匙嘅，咁完全唔理啲文件齊唔齊嘅，後續出咗問題先至後悔啊！咁大家記實呢個法律嘅權益啊，未見齊5份嘅原件，你係有權拒絕收樓㗎，唔好俾銷售話遲啲補啦，或者係俾一個複印件你就軟化。咁呢5份文件呢，就係行內講嘅3書1證1表啦。我逐樣同大家拆解清楚嘅。第一份就係住宅質量保證書啊，呢份係發展商官方保修承諾，咁防水啦、牆身啦、樓宇嘅結構分別保幾耐啊，咁全部都要文字寫清楚嘅。重點一定要冚發展商嘅正式公章啊！如果冇公章嘅話呢，呢張紙係完全冇法律效應，等於廢紙一張啊！第二份就係住宅使用說明書啊，咁入面會標注屋企邊幅牆係承重牆係唔可以拆嘅，水電喉管嘅走線位啦，日後你計劃裝修改空間嘅時候，全靠呢份文件做參考。第三份就係建築工程質量認定書，施工單位同埋第三方監理機構聯合確認樓宇建造質量合格，證明起樓工序冇偷工減料。第4份就係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竣工綜合驗收合格證，咁呢份呢亦都係重中之重，證明成個樓盤通過規劃、消防、環保、人防所有政府部門嘅審查。冇呢份證嘅話呢，遲早會卡喺房產證手續度啊，遲都出唔到證㗎。第5份就係竣工驗收嘅備案表啦，呢份呢係由住建局官方備案嘅，係樓宇竣工最終合法證明。咁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備案意見嗰一欄係咪寫住同意備案，咁仲要確認嘅就係備案範圍係覆蓋你所買嘅成棟大廈。成個流程嘅話呢，就千祈唔好亂入收樓大堂，未簽任何單據嘅，未拎鎖匙嘅，第一時間要求銷售出示以上5份原件。但凡佢同你講冇帶啊，或者後補啦，或者淨係俾一份複印件你，咁大家就要企硬，唔好簽任何嘅文件啦。內地嘅商品銷售條例係明確規定嘅，未完成綜合驗收嘅樓宇係唔准交付嘅。你要企得硬，發展商先會認真同你處理呢個問題啊。OK， 我哋繼續嚟講第2招啦，就係準備一套簡單嘅驗樓工具啊。其實唔使花大價錢去請啲專業嘅驗樓師上門，100零蚊嘅港紙可以搞掂全套噶啦，自己親身檢驗先至最穩陣啦。逐一同大家講解一下每樣工具嘅用途啦。第一就係空鼓錘，咁淘寶20零蚊港紙有找噶啦，專門敲牆身啦、地面啦、瓷磚嘅，咁敲落去呢係實心嘅，把聲係好沉嘅就正常啦。咁如果係發出啲空鼓嘅咚咚嘅回音呢，就代表底層空鼓啦。咁規例係單面牆嘅空鼓面積唔可以超過5%，如果係超過5%呢，就唔好接受簡單嘅保有啦，一定要求鏟底重新抹灰嘅。第2樣就係一個5米嘅捲尺啦，度3樣重點咧，合約標注嘅樓底高度啦、房門嘅闊度啦、窗台嘅高低。咁任何嘅尺寸同埋買樓合約唔對版咧，你可以即時 mark 低佢，留翻啲證據啊。第3樣咧就係幾蚊一支嘅電筆啦，
逐個插座測試一下電線嘅駁接啊。咁其實好多樓盤咧就會出現一個火線零線嘅調轉啦、地線冇電啦等等呢啲。咁入住之後咧，隨時嘅跳掣係有安全隱患嘅。第四樣就係手電筒啦，咁專門攞嚟照啲牆腳啊、天花縫啊呢啲地方咧係最容易有裂痕嘅，咁同埋滲水嗰啲黃印啊，自然光底下係根本睇唔清噶。第五樣啦就係水平尺啊，擺落個地面同埋牆面測平整度嘅。咁地面如果落差超過5毫米嘅，牆身嘅垂直度偏差超過3毫米嘅，後續如果係鋪地板啊、地磚啊，一定會大面積空鼓嘅。第六樣咧就係水桶啦，你可以裝啲水倒落個廁所度，同埋露台地漏，咁測試下排水嘅速度啦。咁再淋水落個窗台嘅外側啦，或者係冷氣孔啦，觀察一下室內咧會唔會有水滲入嚟。第七樣就係乒乓波啦，放平喺地面上，如果乒乓波自己係會碌嘅，咁代表地面係傾斜唔平整嘅。最後一樣就係大家隨身帶嘅手機啦，咁手機係唔係用嚟打卡嘅，咁係可以裝2個實用嘅 APP 啦，一個就係甲醛檢測配套軟件，第二個就係分貝測試儀，現樓嘅全程所有嘅瑕疵即刻影相拍片啊，留低完整嘅證據啊。其實呢全套工具落嚟咧都唔使100蚊港紙嘅，咁呢啲細細嘅支出咧，隨時係可以幫你慳翻幾十萬嘅後期維修啦、裝修費啦等等。第三招咧就係講下新樓最容易出現嘅5大通病啦。咁好多香港客咧收樓中伏咧都係踩中呢幾個位嘅。驗樓時逐個位置對照檢查。第一個瑕疵咧就係牆身嘅空鼓啦，或者係有啲貫穿嘅裂縫嘅。咁其實好多單位咧非承重牆咧會用空心磚嘅。咁磚本身係冇問題嘅，但好多師傅抹灰貼面唔實啊，形成大面積空鼓啊。咁你用空鼓錘敲到空心位嘅時候咧，就全部抹低。另外咧，重點留意翻牆身同埋梁柱嘅交界，兩種材料嘅冷縮熱脹咧係唔一樣嘅，好容易出現裂紋嘅。一旦裂縫穿透成幅牆啊，屬於貫穿性裂縫啊，咁有機會係涉及到樓宇嘅結構啦。咁呢種情況嘅話咧，係直接拒絕收樓啊，要求開發商提供結構安全鑑定報告啊。咁第二個瑕疵嘅話就係全屋個位置嘅滲水發霉啦。咁其實有啲地方嘅氣候比較潮濕嘅，咁如果係回南天加埋每一年嘅颱風季節呢，咁防水如果做差少少啊，半年啊個牆身就會發毛噶啦。咁4個位置呢，一定要重點 check 一 check 嘅。第一點就係廚房同埋個廁所防水啦，要求銷售出示閉水24小時測試記錄，冇做過嘅就要現場要求補做啦。第二就係窗台同埋冷氣機嘅外牆孔啊，用水桶淋水做測試，睇下會唔會滲漏。第三就係高層單位嘅外牆啦，睇有冇黃色嘅水漬啦，或者係牆身起泡嘅。咁如果見到有水印，就代表天台防水層穿咗。第三個瑕疵咧就係電線布線啦，可以攞住個電筆逐個插座去測試嘅火線、零線、地線。如果係接線錯亂啊、地線帶電，全部都係屬於安全問題，必須徹底整改啊！你可以打開全屋嘅電箱，睇下每個電掣標籤清唔清晰，分別係控制邊個區域，撳埋路電保障掣測試鍵啊，確認保障時可以自動跳閘斷電啊！好啦，我哋嚟講第4個瑕疵啦，就係單位嘅隔音差啦，或者係排水管噪音大嘅。內地嘅樓呢，隔音一向都係通病嚟嘅。你可以打開個分貝儀 APP， 自己喺睡房叫朋友喺隔離房大聲傾偈啦，或者係放音樂嘅。咁室內嘅噪音呢，如果係長期超過40分貝嘅話呢，夜晚就會俾隔離嘅噪音去影響你嘅休息噶啦。另外要重點留意翻廁所嘅排水管啊，樓上沖廁所時，如果水掣反反聲嘅，就代表係冇包隔音棉嘅，咁日後長期咧就會受到呢個噪音嘅騷擾噶啦。第5樣就係有啲精裝修嘅單位咧，甲醛濃度超標啊！如果你買嘅係發展商附送嘅精裝修單位啊，千祈唔好忽略甲醛嘅問題啊！你可以關實全屋嘅門窗，咁半個鐘再測試一下。咁國家標準嘅室內甲醛濃度係唔可以多過 0.08 mg 每個平方。一旦超標，千祈唔好急於入住啊！大人細路如果長期吸入，會影響健康，千祈唔好做活人空氣清新機啊！好啦，最後我哋嚟講第4招啦，就係同發展商談判整改嘅技巧啦。咁就係為咗逼佢盡快維修啦，同埋計好預期賠償嘅。
如果你驗完樓發現一堆問題嘅，唔好淨係攞支筆乜低就算啦，咁要識得同銷售同埋發展商去談判嘅，先可以保障自己嘅權益啊。第一份就係整理一份完整嘅驗樓問題清單，咁每一個瑕疵寫清楚位置、嚴重嘅程度，配埋現場嘅相，一式兩份，一定要銷售現場簽收確認，佢簽名就代表佢確認所有問題嘅真實存在，後續係唔可以反口嘅。第二步就係傾好明確整改嘅期限，千祈唔好俾佢用盡快處理啦、遲啲整等等呢啲敷衍嘅行為啊。牆身空鼓、門窗嘅調校、換玻璃呢啲細小嘅問題，一定要要求7日內完工。咁如果係滲水、重做防水啊、全屋重拉電線呢啲大型嘅工程呢，最多1個月內搞掂，全部寫落問題清單，雙方簽名。第三步就係要講好預期賠償嘅規劃啦。咁如果發展商到期仲未整改完嘅，咁按照行規嘅話呢，每日賠償係樓價嘅1/1000至3/1000嘅。咁呢度舉個例子啦，如果你間屋係200萬嘅，拖足1個月，你可以收到6000至18000蚊嘅賠償款。呢個條款都可以補寫入嗰個補充協議當中。咁其實好多香港客呢會心軟啦，覺得少少問題自己揾師傅整咗佢就算啦。我勸大家就唔好妥協啦，你今次咁輕易嘅退讓，發展商會覺得以後所有有問題嘅嘢都會敷衍你，你遠到就會蝦你唔熟內地嘅法規，咁唔好做水魚啊！真係。咁如果係萬一發展商拒絕處理所有嘅瑕疵啦，都有3條合法嘅途徑可以維權嘅。第一就係打12345熱線轉接住建局投訴佢，第二就係購房合同仲裁條款。你可以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。第三就係保留晒所有嘅驗樓證據，委託內地嘅律師提出起訴。咁香港居民內地維權嘅流程呢，同本地人係一樣嘅，唔使擔心身份有障礙。OK， 咁今期嘅乾貨呢就一次過交俾大家啦。咁我做咗地產呢一行咁多年呢，其實開呢個頻道呢，唔係想嚇大家喺內地唔好買樓嘅，咁只係想教各位朋友買得精明一啲，避開冇必要嘅伏位同埋損失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係有道理嘅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訂閱一下我個 channel 啊，撳埋旁邊個鐘仔就可以開啟通知嘅。後續呢會持續更新一啲買樓啊、收樓啊一啲避坑嘅乾貨啦，持續都會同大家分享嘅。今期呢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咁大家下期再見，拜拜。